景昭不求神尊爱怜，只求能嫁入长渊殿，便已是三生有幸。好，本尊答应你。神尊，方才瞧见一道神光划过苍穹，可是古君上神？不过是为他女儿后池求情罢了。神尊有所不知，我与青木也曾有婚约，若非后池插足，也许我俩早已成婚。你与青木有过婚约？是，父神曾为我俩赐婚。本尊留你在这苍穹之境，是看在你救过我的情面上。若你也要将青木之事移到我身上，大可不必。神尊误会了。于真神而言，夏君微末的情感何足道哉？但若神尊想与青池宫彻底了断，不如应了这门婚事，也好让后池死心。本尊对你毫无感情，你就不担心自己的名节受损？景昭不求神尊爱怜，只求能嫁入长渊殿，便已是三生有幸。当真？天地可见。好，本尊答应你。多谢神尊。神君，白绝就要娶景昭了。白绝要娶景昭？神君，他怎么能如此伤后池的心啊？